近日 Kia 喺2025年洛杉磯車展上宣布，即將推出全新一代2027款 Telluride SUV。呢款3排座嘅 SUV 被定位為 Kia 嘅旗艦車型，同時將採用全新嘅混合動力系統。新一代 Telluride 結合現代美學設計，繼承咗品牌嘅核心設計理念，並且融入 Kia 嘅對立統一理念，提供7座同8座兩種配置，旨在為用戶嘅未來旅程奠定良好基礎。Yes, so we're here at the LA Auto Show. Very exciting. More exciting than years past, I think, because this behind me is the new Telluride. This is a vehicle that when we first launched it, I will be honest with you, we didn't know if it was going to be a good fit. The US market loves large SUVs like this, but we didn't know how they would accept a Korean or a non-American brand in this space. Well, we won. 新款 Telluride 嘅車身長度同內部空間均得到顯著擴展，佢嘅配置同材質達到豪華 SUV 嘅標準。個車標配渦輪增壓動力系統，最大功率為329馬力。Kia 預計呢款車型嘅綜合油耗可以達到每加侖35英里。其他貼心設計元素包括可選嘅全 LED 地面照明同新型地面影像監視器。所有車型均標配無線 Apple CarPlay 同 Android Auto， 為用戶帶嚟便利嘅科技體驗。2027年 Telluride 將提供多種配置，包括 LX、SEX、SX 及 SX Prestige， 另有時尚嘅 X-Line 同高性能嘅 X Pro 版本。喺外觀設計上 ，Telluride 嘅造型受到洛基山脈嘅啟發。寬大嘅引擎蓋同垂直頭燈設計使其具備強烈嘅視覺衝擊，車身嘅流暢線條同隱藏式門把手為其增添咗現代氣息。特別嘅 X-Line 同 X Pro 車型採用咗全黑嘅輪拱同其他設計元素，提升咗佢冒險精神。內飾方面，全新 Telluride 巧妙融合各種設計元素，創造出寬敞而私密嘅空間。儀錶盤與信息娛樂系統採用弧形設計，木質紋理提升咗整體質感。此外，車輛配備噪聲同震動控制系統，以保證安靜嘅駕駛體驗。後排乘客嘅座椅設計亦都經過優化，第2排獨立座椅同可選嘅第3排加熱座椅大大提升咗舒適性。喺科技配置方面 ，Telluride 搭載咗先進嘅信息娛樂系統，支持無線系統升級同雙12.3寸顯示屏。呢一個系統支持多種娛樂同數據服務，用戶可享受 Disney Plus、Netflix 同 YouTube 嘅串流播放服務。同時，新車配備眾多駕駛輔助系統，確保駕駛安全。全新 Telluride 亦都增加咗中央安全氣囊，以提升前排乘客嘅安全保護。全新2027款 Kia Telluride SUV 將為市場帶嚟更高嘅性能、更豐富嘅配置同更安心嘅駕駛體驗。Kia 期待該車喺未來市場中嘅表現。有關更多信息，請訪問 Kia 官方網站。天線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